房客啊，就来呀！啊，巧了，来，干杯！请。静啊，这夫正经去当兄弟，为总督大人祝寿。做大姐，家父是过脑时光倒转去，过去的代志莫我咧重复了。巧了啊，我煞袂记得你无愿意，互人知影你是官家子弟啊。这次我去东阳县为令尊祝寿，是安怎哪会无听讲你要来杭州咧？你若无，大姐一定踮咧遐等你。同齐上路，一路上也通有人通照顾你。多谢朱大姐，我这次出门是要入江湖历练，所以才无想要来叫了大姐你。哦，是安尼呀。来，搁啉。啊，两位大爷请坐。小李，上正的海味甲我办一倒来。啥货啊？迄爱16两呢？阮四少爷会20两省，快紧！是，请。内底啊，上条海味一道。好。来呀，上条海味来呀！饮客去啊！四少爷到。少爷，我话迄两个情感袂歹，因是要来凶刺我。酒菜准备好未？嘿，四少爷，酒菜已经准备好了。兄弟可愿到湖畔紫峰亭小酌一番？
名是，就想问师傅是什么人呢？兄台，回头美景来幻想，只为结交情英勇，看你武功为幻想，谈天思性问断肠。文静，电竞了过件四阿公。武功高强，为了保护稳静，并无知影毋是对手，只好知难而退。这个甘心效忠异邦的败类，我袂了下。希官，你千万毋通轻举妄动。人咧讲，君子报仇，10年未晚。我先带皇帝回山疗养，然后再集一个江南七杰来对付林庆尧甲稳静。伫我要来以前，你千万毋通轻举妄动啊！白大哥，恁即摆着要走啊是？皇帝的伤痕非常严重，拄则食药啊，只不过是暂时会当控制伊的伤势而已，若是无讲因医治，性命非常危险。你等下行手等我，3个月内我一定互你消息，吼。
原谅我无听你的劝，莫讲3个月，就是搁叫我等一时一刻，我也无法度通好等落去。我要来去找连景瑶报仇。原来迄两个人就是江南北劫狄太官甲甘凤池。伊是安怎要来行刺？是为着一个叫做分下人。分下？一个人的武功不凡，却暗中想要谋反，是我命人将伊除掉。分下甲着江南北劫的交情袂歹。因此，因利用我来游江南，出面为分下报冤仇，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老实讲，我离开转顶楼，出现西岭山，为着就是要等伊，故意互因有行刺的机会。是为什么？为着要引出北劫之一的了因回想。听了，我这阵来到江南，固然是为着要来结交英勇豪杰。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着伊了因，因为伊了因会晓制作一种类似铁幕，内装假倒的暗器。文静就称得上天下无敌。安尼敢袂太残忍？这甲暂行同款啊！搁再讲，我图的是江洋大盗、贪官污吏、叛逆乱产，这有啥物唔对呢？时候无早，我要倒转来。上四阿婆。为向欠老身份，今后你就称呼我四少爷就好。是。
买一件，我摕起来量顶顶互我哈。喂，人客啊，你若要买零件，叫我来船仔底买，遐若无，阮无爱卖。这是为什么啊？这是阮卖零件的规矩啊。好，我就来去船仔顶甲你摕。